立法院卫权委员会昨初审通过咱头一部营养专法，也就是营养和健康饮食促进法的草案，希望会当提升健康食食的观念，其中嘛包含爱定期办营养调查、建立资料库等等。另外，嘛会针对食食营养相关的假消息，定出上当会当罚30万块。 现代人工作无闲，差不多3顿拢伫外口食，暗过食的食物无一定健康，部分餐点的口味较油、较咸，嘛无法度顾虑到营养。为着强化民众饮食营养教育，立法院卫权委员会初审通过咱国头一个营养专法，希望会当提升民众健康饮食的观念。所有餐点你去看，它大概都青菜不太够啊，然后高钠啊，包括像牛肉面啊、烩饭啊、焗饭啊。 大概都是这一类。卫福部郭建树表示，营养加健康饮食促进法草案是国民健康饮食的基本法，也是国家的政策纲领。立法的重点包括定期办理营养调查，建立食品营养成分的资料库，拟定营养加饮食建议列出基准，也有辅导加奖励相关专业人员。 以营造健康饮食支持环境。另外，针对无实在的营养也是健康消息，像讲伫社群媒体散布假的消息，若做查证是事实，安尼上悬会罚甲30万的罚款。 举例像是长期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电解质不平衡，或者是慢性病患者错误饮食造成的这个疾病控制不良、电解质不平衡等，那这都是有一些如果担心是非正确的一个健康饮食的资讯。郭建树讲，今年度已经编列1.2亿的预算来推广健康饮食，明年要搁扩增到2.3亿。 目前全国有43个社区营养中心，预定每年社区营养师会为即马的64个扩编到120个。希望立法院这个会期会当顺利3审通过营养专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